弟兄姊妹，今日嘅靈修3分鐘所分享嘅經文非常之重要，因為佢把整個人類嘅歷史改變咗嘅。因為點解呢？今日所讀嘅經文，首先同各位分享入邊經文嘅內容，記咗第3章第1到第5節。要話神所做的唯有蛇，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對女人說：神豈是真說，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？女人對蛇說：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，唯有園當中那果樹上的果子，神曾說你們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們死。蛇對女人說：你們不一定死，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們便如神明，知道善惡。嗱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次呢個歷史嘅舞台，呢個魔鬼化成一條蛇。按照舊約聖經所講，新約聖經所講係一條古蛇。嗱，呢一條古蛇，佢係誘惑緊夏娃嘅。佢講嘅説話好誘惑性嘅，佢所講嘅説話係似是而非嘅，係妖言惑眾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當我哋面對魔鬼嘅時候，我哋真係要好小心。佢所講兩句説話，第一句説話，佢話神豈是真說，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？嗱，呢個問題好恐怖嘅。好多時人陷喺犯罪裏邊就係敵過唔到魔鬼呢啲咁恐怖嘅誘惑嘅問號。第二個問題就話，佢話你唔一定死嘅。嗱，呢啲否定嘅説話喺語言上，呢啲叫做否定嘅説話，好令人疑惑嘅説話，我哋真係要好小心。其實夏娃佢知道耶和華上帝第一條誡命啦，呢個可以咁講喺歷史上第一條誡命。點解呢？按照聖經嘅記載，耶和華上帝係提醒亞當同夏娃，園上所有咁多嘅果子、咁多嘅果樹上面嘅果子，你都可以吃，唯獨園中有一棵好獨特嘅叫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，你唔可以吃，甚至唔可以摸佢，因為當你吃嘅時候，你必定死。而話上帝把個後果係好嚴重咁講咗出嚟，夏娃係好清楚，但佢竟然間按照之後嘅記載，佢仍然敵唔過呢條蛇呢個魔鬼嘅誘惑，佢仍然係食咗呢禁果，好可惜。佢亦都更加把呢禁果交俾佢嘅男人，佢丈夫亞當食，整個人類就真係歷史改寫，最最後整個世界嘅時候，整個世界開始就毀壞，而最後嘅結局就係死亡。我哋唯有透過耶穌基督嘅救贖，我哋先能夠脫離呢個死亡嘅刑罰，得到永生。